Hot Toys 漫畫版末日博士搶先明年真人電影登場，3款鐵面具還原經典漫畫造型，為末日博士予以好佢嘅王座。我哋一齊嚟進入今日嘅玩具開箱時間。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喺2024年7月 SDCC 公佈咗會由 RDJ 嚟飾演末日博士之後呢， Hot Toys 旋即喺2個月之後就開訂咗呢一隻 CMS 022B Marvel Comics 嘅 Doctor Doom， 而且咧已經喺今年9月份派貨啦。哇！呢一個開訂派貨嘅 timing 咧非常之強勁。我哋今日咧會先嚟睇睇 Doctor Doom 嘅漫畫背景，然後再嚟做玩具開箱嘅。咁啊，請大家善用時間碼嘅功能啦。Doctor Doom 係 Marvel 漫畫裏面其中一位最經典嘅反派，亦都係神奇四俠嘅宿敵。佢最早喺1962年第5期嘅 The Fantastic Four 裏面登場。Doctor Doom 嘅本名係 Victor Von Doom， 出身自虛構嘅東歐國家 Latveria 裏面嘅一個部落。當時嘅 Latveria 咧係由一位殘暴嘅男爵統治嘅。Victor 嘅雙親咧都可以話係死喺呢一個獨裁嘅政權底下。佢嘅媽媽咧係一個女巫，因為同魔王 Mephisto 交易換取力量去守護族人，所以死咗之後咧靈魂被囚禁喺地獄咧受永恆嘅折磨。Victor 喺魔法同埋科技方面咧都天賦異稟，佢用媽媽留低嘅魔法書同埋法器自學魔法。佢仲因為開發出遠超時代嘅科技裝置，所以被美國嘅帝國州立大學招募。喺嗰度遇到佢一生嘅宿敵 Mr. Fantastic Reed Richards。作為 Marvel 世界裏面最聰明嘅人 ，Reed Richards 嘅智力同 Victor 嘅不相伯仲，所以 Victor 咧好快就將佢視為一個假想敵。後來 Victor 試圖發明一部機器，想同地獄裏面嘅母親對話。Reed 咧就警告佢咧機器咧係有問題嘅，但係 Victor 咧就無視佢嘅警告，啟動機器之後爆炸咧，令到佢嘅面上面留低咗啲疤痕。Victor 咧認為咧係 Reed 對機器咧做咗手腳，所以自此佢一生最痛恨嘅人就係 Latveria 嘅男爵同埋 Reed Richards 啦。事故之後咧 Victor 俾學校開除咗，佢環遊世界，最終嚟到西藏，喺呢度咧得到咗更多魔法嘅知識。喺得知 Reed 成為咗一個享負盛名嘅博士之後咧 ，Victor 佢為自己鍛造咗一套盔甲，戴上具威嚇性嘅鐵面具。佢面上面咧本來嘅傷疤咧只係一條小疤嚟嘅啫，但係佢喺鐵面具冷卻之前就戴上，將自己徹底咁樣毀容，自稱為 Doctor Doom 末日博士。佢翻返去 Latveria， 將男爵推倒咗，成為 Latveria 新嘅獨裁統治者。雖然佢同樣用殘暴嘅獨裁手段去統治，但係 Latveria 嘅人民咧唔單止唔畏懼佢，仲以近乎邪教一樣嘅狂熱咧去崇拜佢。佢將城堡改名為 Castle Doom 末日城堡，以一整個國家作為支撐，向 Mr. Fantastic 展開復仇。了解過 Doctor Doom 背後嘅故事咧，我哋就可以更容易咁樣理解到佢造型嘅設計啦。佢服裝嘅構成咧，包括有最底下嘅鎖指甲，穿戴喺上面嘅銀色板甲鐵面具，同埋最表層嘅深綠色背心戰袍、兜帽斗篷，整體配搭起上嚟咧，就係一個中世紀歐洲騎士加少少巫師嘅風格，非常符合佢出身自東歐國家嘅背景。體型方面同 Iron Man Mark 85相比咧，可以見到身高寬度咧都相若嘅，所以呢一隻 Doctor Doom 咧都算係非常之高大。今次因為唔係 die cast 嘅關係啦，呢一隻 figure 嘅重量咧其實並唔係太重嘅啫，身上面嘅盔甲有金屬銀色嘅上色舊化嘅效果，同埋好多雕刻鉚釘嘅細節，視覺上咧非常還原到騎士鎧甲嗰種質感。漫畫裏面 Doctor Doom 綠色服裝嘅部分，好多時候都係一塊布過，冇咩特別嘅細節嘅。但係玩具上面上半身、下半身各自都做出咗一啲層次感，完全咧唔會覺得單調。胸口對上有2個圓扣同埋鐵鏈扣住佢嘅斗篷，呢2個圓扣咧係可以拆落嚟嘅，然後咧就可以將斗篷拆走，玩多一個比較輕裝嘅造型。肩嘅位置有4道好整齊嘅接痕，一路連帶到斗篷往後咁樣向下垂。斗篷同埋兜帽嘅邊緣位置咧內藏鐵絲，可以咬造型。兜帽方面同上次嘅 Taskmaster 一樣咧，推薦大家咧可以將兩邊向下屈曲，咁就會比較似翻 Doctor Doom 嘅形象啦。服裝嘅配件上，腰嘅部分仲有一條好精緻嘅腰帶，同埋掛喺右側嘅槍套。呢一個槍套咧用咗磁吸嘅設計，可以放入陣間嘅手槍。特別值得一讚嘅係咧今次鎖指甲嘅做法啊，例如我哋將手臂嘅裝甲拆落嚟啦，就可以睇到底下嘅鎖指甲咧係用咗類似尼龍繩嘅銀色材料編織出嚟嘅，所以佢咧非常柔軟，但係視覺上咧又會有鎖指甲嗰種環環相扣嘅感覺。喐動起上嚟，鎖指甲同盔甲嘅配搭咧就真係同現實嘅鎧甲咧非常相似啦。所有嘅盔甲咧都會有少少嘅活動性，而所有嘅關節咧都係隱藏起嚟嘅。肩甲部分裏面用咗魔術貼貼住一條橡筋，所以拉扯一下咧會有彈性。然後咧好似手踭同埋膝頭哥呢啲嘅護甲咧會有一個旋轉嘅關節，同樣可以配合佢擺嘅姿勢咧去活動。Doctor Doom 呢一個角色咧唔會擺一啲好動態嘅大動作，所以今次呢一個可動性咧完全足夠用。
頭雕方面將面具拆落嚟咧，整塊面咧都係蒙住嘅，只係露出咗雙眼。雙眼咧有可動眼球功能。大家覺得呢一對眼咧 Hot Toys 有冇特登做出 RDJ 嘅感覺呢？今次特別版咧有3款磁吸替換嘅面具可以俾大家選用。第一個特別版先至有嘅面具咧，佢嘅線條最簡單，最有舊時漫畫動畫嗰種復古嘅感覺。然後第二款嘅面具線條咧就會複雜少少，嘴巴部分裏面嘅結構咧就會有啲令我諗起2005年漫畫 Book of Doom 裏面嘅嗰款面具。最後一款面具設計咧就最現代最有型嘅，眼睛部分咧就唔再係前面嗰2款長方形，整體嘅面相咧更加兇惡。呢一款面具咧，我認為咧就會好似遊戲 Marvel Ultimate Alliance 裏面嗰款造型啦。配件方面咧，首先有一把好復古嘅手槍，造型咧我就揾到咧有啲似德國製半自動手槍 Mauser C96。呢把手槍咧就只有一個右手嘅手型可以握住，然後咧就可以放入右側嘅槍套裏面。然後有2個紅色魔法手型，手指部分咧仍然係銀色嘅，但係手掌部分咧就變成咗紅色透光件，配搭上一個帶住符文嘅魔法陣，個視覺效果咧相當唔錯嘅。跟住就係一本白號，呢個咧係特別版嘅配件，同以前女巫嘅嗰本咧完全唔一樣嘅，佢係一個完全全新嘅配件。呢一本嘅尺寸咧大好多，封面封底雕嘅細節咧都好精緻，書脊部分咧都有雕到一啲符文。佢做咗2個轉軸，所以打開裏面咧只有2頁嘅啫，咁就唔似平時 Hot Toys 嗰啲書咁樣咧，真係每一頁都係可以揭開嘅紙。呢度咧就有少少扣分，但係整體嚟講咧呢個配件咧仍然係唔錯嘅。然後咧就有2個綠色火焰嘅魔法特效件可以套喺佢嘅手型上面。呢2個特效件嘅造型咧係完全唔一樣嘅，上面嘅一啲火焰嘅部分咧比較透光，而中間球形嘅部分咧就好似喺表面噴咗一啲銀色嘅漆咁樣，我覺得咧就好靚嘅。呢2個配件咧做得好有誠意，但係另外2個綠色閃電嘅特效件咧我就覺得麻麻地啦。2個閃電件咧係完全一樣嘅，只係上面嘅分絲屈曲嘅程度有少少嘅唔同。我唔中意佢嘅原因咧係因為咧佢係用下面嗰啲窿窿咧套喺手型上面固定嘅，但係2個配件咧係完全一樣嘅，甚至咧都唔係左右鏡像對稱。咁啊可想而知啦，佢哋就唔係為咗呢啲手型而設嘅，所以套上去嘅時候咧就好難套，裝上去之後咧亦都唔係話好穩陣。呢個問題咧其實頭先嘅火焰魔法或者係 Dark Hold 咧都有嘅，今次咧係冇一個用嚟握住書嘅手型，所以玩起上嚟咧都冇辦法可以好好咁樣固定呢本書。難得呢本書做得咁靚啊，而手型咧本來就係要重新開模嘅，咁啊不如設計一啲完全配套嘅手型，甚至係設計一啲磁吸嘅方案，等呢一啲配件咧可以穩固咁樣固定喺佢嘅手上面，咁就可以大大咁樣提升把玩時候嘅便利性啦。今次有一個末日城堡外牆感覺嘅石地台，有一隻石鬼像咧可以安裝喺上面。地台正面有 Doctor Doom 嘅字樣，然後上面有2個隱藏位置可以安裝支架，所以今次呢個地台咧可以向2個方向展示嘅。呢個地台咧喺之後嘅 MMS 770 Batman Returns 豪華版裏面咧會再出現，嗰邊咧就會換成一個落雪嘅塗裝，同埋咧喺嗰款作品裏面有其他款式嘅石雕可以替換，能夠喺重用地台嘅同時又帶嚟符合角色嘅變化咧，呢一個設計係非常聰明嘅。另外咧有一個旗杆，簡單組裝一下咧就可以安裝到去地台上面。旗杆上面有2條印有 Latveria 標誌嘅旗幟啦，同埋一個象徵住 Doctor Doom 嘅 D 字。佢用咗一支金色嘅金屬杆，呢一支杆咧非常重，咁啊唔適合直接用手持嘅。如果想擺一個手握旗杆嘅姿勢咧，就要先將佢插到去地台上面，然後隻手咧借位擺翻個 pose 咧就可以啦。呢一個旗杆咧都好為整個作品加分嘅，配搭住呢一支旗杆咧就可以感受到 Doctor Doom 背後有一整個國家支撐住佢嘅嗰種權力同埋威嚴。
今次呢隻 Hot Toys 咧喺 Doctor Doom 佢經典嘅漫畫造型上面加咗好多嘅細節，本體嘅服裝設計好，可動性咧足夠用，配件多，豐富好玩，地台能夠直接連結到角色嘅故事，實用性咧非常之高。佢嘅預訂價錢咧係港幣1780，就算冇明年 Avengers Doomsday 電影嘅熱潮加持咧 ，Doctor Doom 本來就已經係一個非常值得為佢出一隻 figure 嘅經典 Marvel 奸角。我相信如果你淨係喺度猶豫緊要唔要買呢一隻 figure 咧，可能都係因為你想等埋明年真人版嘅 Doctor Doom 再決定要買邊一隻嘅。但係面對呢一啲問題咧，我一律都係建議全買嘅。我哋頻道俾呢一隻 Hot Toys 嘅評級係我哋頻道4個評級裏面排行第2嘅推薦佳品。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唔同形式嘅玩具開箱同埋玩具情報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